網絡近日流傳一則地產代理爆粗鬧員工事件，事件主角美聯物業港島區營業董事吳家棟今日現身道歉。3年前，咁我係做錯一件事嘅，咁咧我亦都喺度正式就喺當時即係自己嗰個不恰當嘅行為，同埋向當日嘅同事同埋市民係道歉嘅，喺度講聲對唔住。吳家棟交代，事發前地產前線瀰漫高壓式管制文化，加上工作壓力大，於是失言怒罵下屬。影片曝光至今，佢亦收到唔少辱罵電話。希望今日道歉之後，公眾可以俾佢個改過自新嘅機會。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，已向吳家棟發出警告信，唔容許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公司亦採取激勵方式優化管理文化。公司近期咧，已針對有關弊病咧進行大規模嘅革新，去蕪存菁。時代唔同咗，物業代理嘅生態同營銷文化咧係都已經改變。涉事影片攝於3年前美聯物業嘅一個內部會議，上個星期突然喺網上瘋傳，影片內容涉及唔少人身攻擊。點解你開唔到單啊？你冇料啊嘛，你冇質素啊，你樣衰啊，成個乞衣咁樣點做啊？乜嘢又唔識，跟住又唔識，取單又唔識，乜嘢都唔識，花紅做乜嘢啫？被問及該片係咪由美聯員工爆出，布少明就表示唔知情。